电影放完了。明天2分场还有。2分场怎么走？往东。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，那可是大事啊！看电影？啥时候开演？看星星，看月亮，每回就跟过年一样。知道为啥大家都管我叫范电影吗？那是因为我从来不出声，这叫责任心。出大事了，电影放不了了啊！今天电影放不成，责任不在我们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可以死马当成活马医，抢救一下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稳着点儿。把片子放下！这是我剪的。你给我放下！两面冲，主要是冲突冲。又没安好心是吧？把片子还给我！不松不紧，往下擦。